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5月7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丹妮。咱先来关心大甲妈社境上新的消息。这个隆重9天8暝行程，大甲妈伫咧今仔日饭点过12点45分的时阵，登去甲镇南宫安坐。这个时间是比去年慢点外钟。根据庙方的估计，今年参加温景的信徒是超过300万人次。因若这个社境一切拢真和平，嘛真圆满。镇南宫董事长颜清飘嘛特别表达感谢。信徒大声喊，烧钱要望出巡辽境的妈祖神像。大家镇南宫妈祖伫今仔透早饭点12点45分入庙安坐，甲去年比，今年是慢点外钟才到位。疫情过了后，庙方今年恢复停办2年的软桥卡，沿路拢有信徒大家路长要祈求妈祖保庇，和今年回銮的时间前着。伫大家入境要到10点钟，镇南宫董事长颜清标也感谢信徒，这边辽境拢无冤家相拍。这拢小圣伫我家，即摆拢无连烧妈都无啦吼。所以讲伫遮咧，咱的妈祖有感无？烟火甲天顶照甲光闪闪，落的是火甲密密密，有各地镇头的表演，也有来自全国的信徒。大家伫这个是热烈滚滚，警方出动800位警力，沿路进行维安管制，避免抢劫的冲突，也管制交通。为了维护整个銮轿的安全，我们都会提前到清水的北端来接驾。我们主要是要维护整个交通的顺畅，人员的安全。这边回銮拄着劳动节连假，再加上疫情解封，人有加真多。大家镇南宫讲，信徒海湾的金牌数量也创新高。咱关落来的金牌超过大细地，超过600面，即马就来缩小，搁有真侪信徒，有诶摕来庙的，观念嘛有。高岗北岸340公里的辽境，庙方估计有300万人次参加，打破以往的纪录。3尊出巡辽境的妈祖神像，拢顺利供奉伫咧神龛内面。今年辽境正式结束。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站啊欠内价有欠悬，加在最近有较稳定啊，有部分的业者都甲介绍降落来。因若4月份起电钱加上 OPEC Plus 宣布石油减产的计划，这可能会让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加悬，按算会连续21个月超过2%通货膨胀的警戒线。冷澎湃的荷里木就安尼包一个鸡卵糕内底，这伫台北市天母巷仔内底鸡卵糕，真侪人拢爱食。只是做鸡卵糕爱用真侪卵，进前两价欠悬，供货无稳定，互介绍也对得起。即摆两价回稳，店头也落价，亲像原味切片的鸡卵糕都降10块，规根的为630，降等来600块。万物齐涨，然后吃甜点是大家生活中的一个小确幸。那他希望这个小确幸呢，还是可以民众可以维持这样子的，而不是变成好像一个高价的奢侈品。为良心的店头，也有新着户口这间米线搭，头家主动将两个介绍调转来，配合反映成本，所以就是一颗水煮蛋就要15块。那现在它已经开始降价，所以我就跟着成本反应就降价。目前国内鸡卵依然维持伫产地介绍每单斤45块半，批发介绍每单斤55块。短期内是不是还佫会落价呢？市况变数很大啊，但主要是维持这个价钱啊。虽然最近鸡卵价销较稳定，不过国内物价依然加悬，尤其是4月开始要起电价，加 OPEC Plus 宣布石油减产计划，可能会推悬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有可能连续21个月超过2%的通膨警戒线。原油价格的上涨，那这部分呢有反映到油价。还有各种相关能源的价格，所以这部分呢，多少还是会做出一些反应。学者表示，美国甲欧洲央行应该在5月会议当中会继续升利息，对物价压制也是有效果。所以到下半年过来进口物价6个可能也是加悬，商商成本压力应该会豆豆缓解。记者综合报道。在美国牛肉了后，加拿大牛肉即嘛伫要开放进口。消署的报告指出，若是敢若食加拿大进口的牛肉，100个人内底有2个人至3个人，才有可能会去患着小牛症，这个几率是真低。所以预告会开放进口加拿大的牛肉，不过实施的时间是还无确定。若是以预告期30天来算，上近在下半年会开放进口。
台湾甲加拿大2月正式启动投资促进甲保障协议谈判，两国关系提悬。谈判内容包含开放30万人以上的加拿大牛肉进口，小数第1预告要开放加拿大全牛龄牛肉进口，有过期有30天。来，我们台湾就有这个加拿大牛肉。再来就是因为他后来针对 WOAH， 也就是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目前是评比是风险可忽略的国家。这摆小数也公布加拿大进口牛肉相关产品健康风险评估报告。若是上摆情境假设，也就是消费者敢若食加拿大牛肉致死人感染狂牛症的风险，分别是大牛肉每100亿人内底差不多2.24人才有可能感染狂牛症。若是牛肉内是每100亿人内底差不多有6.68人才可能感染狂牛症。不过，医师又提醒风险是动态的，未来有新的研究或者是出现新的狂牛症病例，都要重新做风险评估。新型库贾氏症是这种非常罕见的大脑的神经退化疾病，如果被感染到的话，它可能就会。它影响到那个大脑的中枢神经会空洞化，表现症状是一些四肢无力啊、瘫痪啊、抽搐啊。根据我们医学统计，存活率不会超过1年，而且目前没有很好的治疗方式。有疫区的这样一个牛只呢，我们还是希望全牛的进口，我们那个消基的立场还是跟美牛的立场一样，我们都反对的。事实上，早伫2006年，台湾就开放30月龄以下美国起牛肉。09年，佮开放大牛肉；2011年进一步开放全牛龄。加拿大进口牛是伫07年开放30月龄以下起牛肉；14年开放30月龄以下大牛肉。即马过全面开放，不过确实上路时间，小数也无确认。记者综合报道。各位乡亲，咱做伙来关心天气。今仔日也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嘉丰平东半部地区，也佮有过道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的短暂雨，其他的所在是侪云较好天。咱做伙来看云图。今仔日各地拢是侪云较好天的天气，山区过道佮东半部可能会落雨沙啊。只是高温桃园以北佮宜兰差不多是23度至25度，其他的所在是26度至31度。为明仔载开始，东北季风减弱。敢若东半部甲局部的山区会落雨，北部、东北部气温会小可回升，高温会加25度至30度。然后中南部的高温可能会加32度至35度。一直到拜五拢会是类似的天气。另外，拜六礼拜会有锋面通过，天气会较无稳定。北部甲东半部也有中南部的山区会转做是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礼拜东北季风增强。北部、东北部的天气会阁反冷。最近南部毋但是欠水尔，高雄市大寮伫昨日发生火烧山，11点钟火才完全拍发。嘛因为雨落少，南部主要水库的集水区雨量是从1951年以来第4少的。不过根据水利署的统计嘛，发现讲，去年民众平均生活用水是比去年增加7日，嘛是历史上的第2高。直升机甲地面90几位消防人员最近拍这个已经烧11点钟的山林大火，久无落雨，南部的水库也正欠水。水利署南区水资源局讲，伫贵人、宜兰等全台湾11个变电站春季累积雨量来看，南部主要水库集水区的春雨量比8年大考花时期也搁较少。今年降雨量是自1951年以来排第4少。去年的主要降雨期间的5到10月的降雨量，大概是历年同期平均的4到6成左右哈，导致目前的川流量偏低，水库所谓也偏低哦。南水局讲，去年8月启动抗旱应变，采取科学之间水源调度，和水库升1亿8000万吨。不过，个人的生活用水是无共。水利署上新完成的2022年每人日生活用水量统计，发现人均生活用水288公升，比前一年增加7公升，是史上第2悬。扣掉2021年大口花限水因素以外，民众拢无直咧省水，用水量一直增加，水库的水消正紧。西半部地区，则是主要是以山区降雨的这个可能性稍微高一点点，平地降雨的几率就会下降。
气象专家讲，5月份梅雨季节短时间内是看袂做典型明显的梅雨出现，研判今年梅雨开始落的时间会较晚。记者综合报道。咱再回来看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联合报。立法院顶个月三读通过《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部分条文修正案，加重汽机车无让过路人先过罚则。行政署为今仔日开始，伫路口执法，要来抓伫路口无让过路人先过，还有违规停车等等的情形。咱来看《中国时报》，咱国空军甲美国驻文66只 F-16B 的战机，原底是今年初头一批会交会，不过到今是拢无影者。军方讲，美国这边已经有通知，头一批交会时间会延到2025年中了后。原本按算2026年的全部交会目标是确定无法度完成啊。再来，咱来看《自由时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仔日改编，不过3年疫情期间是检223万人做癌症的体检，初步估计恐惊有27000人是无及时检查出癌症。咱来看政治的消息。2024年总统大选，民众党主席郭文哲按算伫咧5月20迄天正式宣布来参选。那国民党嘛按算伫咧5月中会整合出来选总统的人选。郭台铭希望争取提名，伊阁伫咧人面册发文讲，伊若是当选，就要甲高端疫苗的采购案解密。那代表民进党参选的副总统赖清德，昨暉伫咧台中奥运会成立大会，讲要拼经济、护民主。大台中6月当朝立会全教会民代甲党公职展现团结态势。台中市新来台湾自由会正式成立，会停止控制书要代表民进党参选总统大约赖清德。全民拼经济，过去我们共同为民主打拼，未来我们一起为和平来奋斗。党内人士透露，赖廷爷新来自由会会甲英系小型自由会合作，陆战整合。空战是锁定上可能代表国民党参选自控制所先发市长侯友宜，定调拍后无拍瓜。面对林爷已经就战斗位置先发市长侯友宜提出5月应该全国休权的议题。内政部也定顺各界，国民党是强调会整合出上强的参选人。郭董事长也好，侯市长也好，不单我们蓝军要团结，我们也希望能够团结民众党、团结无党的朋友。也想要参选郭台铭，伫面册表示，若当选，就要解密高端疫苗相关物件，批评蔡政府是将政党利益放伫头前，强调家己若选总统，每一项政策拢用企业经营的想法去处理。市长，你的国战白皮书已经写好了吗？今早期前，民众党主席郭文宪拜六到中台湾参加大甲妈召景，党内规划郭文宪要伫5月20正式发表参选总统宣言，再去办座谈会宣扬国情培会书理念，将目标放伫国家人民产业安全3大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咱国防部侦查到10架中国军机，甲6架中国军舰扰乱台湾。而到尾仔中国有1架民航机，方发现伊偏离航道，飞过金门的领空。而且中国勇士伫咧29放送台湾的警示，强调拢是共一个祖先，想要影响台湾的民意。有立委就认为讲，中国统战宣传的意图是真明显，民众都爱谨慎来提防。大地不断发生变化，但从未改变的是家乡熟悉的味道，同根共祖的文化传统。中国央视上新节目接到空袭台湾警示，想要强化统战宣传。也不过中国无放弃武力还台，国防部整合29至30、24点钟内有10架次攻击，6架次攻南伫台海4个月活动，继续加大对台军事压力。有他统战的宣传不够，我们全民都知道，他为什么特别拍了中华民国，尤其是台湾的这些景点。那攻击民航机，中国东方航空 MU505班机，方发现29偏离航道，飞过金门顶边，立委提醒爱严防中共操作不清楚地带。类似金门或者东引
这种民用飞机侵入我们上空的时候，不能掉以轻心，更不能被温水煮青蛙。中共对台策略爱用两面手法，像攻击了台条江拍破海峡中线看法，想要影响台湾民意，制造台海紧张。都结束希腊德尔菲经济论坛行程回来的前总统马英九，呼吁两岸应该进行备战对话。呼吁各方呢敦促两岸进行避战的对话，以谋和平。不过，就算各方发声，台海需要和平稳定，不过中国一直对台外交甲军事施压，台海存在意外冲突风险，继续引起国际高度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巴拉圭30日举行的总统大选，今嘛上新的消息是，代表保守党较挺咱台湾的候选人潘尼亚，伊的票数是大大领先挺中国的在野党候选人。潘尼亚已经家己宣布当选。虽然伊伫选举之前有答应讲会延续友台政策，不过嘛暗示要走向全世界。外界认为讲巴拉圭这届大选会影响因敢会持续甲台湾建交。工作人员将选票装箱仔放起火车，军队伫边介护，赶紧将选票送到每一个投票所。台湾伫南美洲唯一邦交国巴拉圭，当地时间4月30举行总统大选，代表在野党联盟参加大会的艾利格里表示，要确保选举清气。艾利格里真侪摆强调，当选了后会加强甲中国的关系。执政党红党推派候选人潘尼亚，虽然承诺延续友台政策，不过也暗示要走向全世界，包含中国。就在法国政坛70年红党贪腐严重，民心思变，选举结果牵动台巴关系。学者分析，未来不管三人掌权，虽然不一定甲台湾断交，不过一定修正对中国甲对台政策，尤其台巴合作甲援助对象更加关键。美国如果能够帮我们稳住邦交，可是这不代表我们的代价就会付的比较小，扩张援助项目或者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些合作的方式，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跟他们谈的啦。因为中国是全球上大黄豆甲牛肉进口市场，多是巴拉圭两大农产品，不过一直无出口到中国，互巴拉圭国内一直挖向中国气氛。不过巴拉圭无得卡无亲像洪都拉斯开出天文数字逼退台湾，未如何广告台巴尤其政府条件未适。记者综合报道。咱做回来关心，伫印度北部的一个城市，30有不明的气体流出来，造成11个人死亡，4个人住院，而且有部分的遗体拢已经翻乌。因为这个气体流出的原因，目前是也无清楚。另外，日到伫咧西部有一栋3层楼高的建筑物是向倒去，内底人真侪拢被火走出来，造成至少6个人死亡，几啊10个人要掉伫内底。目前当局当伫咧拍拼咧救人。因为这栋建筑物的所有权人，目前是已经被抓起来啊。印度国家灾害应变部队的人员挂防毒面具，准备要入去现场。当局已经疏散附近的民众。旁遮普邦卢迪安纳市发生不明气体外漏，造成死伤，原因不明。有人伫社群媒体打文讲，3具尸体拢变成乌青色。उनके 3 बच्चे थे, अपने मियाँ बीवी थे, पांचों की डेथ हो गई। तो कुछ अभी कारण तो पता नहीं होगा। कुछ कारण नहीं पता है。卢迪安娜副长官马利克讲，气体可能是自涂骹的铁工挂清出来，正伫咧采集样本，初步怀疑是有化学物质加铁工挂内面的甲烷发生反应。जो पेशेंट सिक हैं वो अभी 4 हैं, 11 की वो डेथ कंफर्म हो गया。旁遮普邦的议员齐西娜讲，事发的地点是一间牛奶店加一间诊所的附近，不过无法度确定气体是倒位走出来。有人伫咧买牛奶的时阵，买到一半，人才纷纷倒。旁遮普邦的官员讲，原来的源头是一间工厂。另外，伫西部比湾地区，所有人员伫咧这栋3层楼房的大箱混合的建筑物继续救人。而到规栋建筑物，敢若是薄饼同款，规个绑乱，人拢袂赴会走。उसमें छोटी बच्ची भी थी। उस बच्ची का इंडिकेशन ये डॉग्स ने दिया था कल, तो हमारे डॉग्स भी काफ़ी अच्छा काम करते हैं, ये कैनाइन सर्च करते हैं。官员讲，这栋楼是违建，所有人非法起厝已经被逮捕。伫咧印度，常常发生建筑物倒去的情形，尤其是伫咧雨季期间，出代志拢是牢固的违建。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辑。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匈牙利的行程，即嘛是进入第2天。伊专工去看乌克兰难民，听因的心声，嘛感谢匈牙利政府接受这乌克兰的难民。
另外，联合国顶一日举行第77届、第69届全体会议，就罗西亚卡拍乌克兰加强联合国加欧委会合作，专案表决，中国是投赞成票。这个消息是引起外界关注，中国在罗西亚加乌克兰的立场敢是出现变化。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坐轮椅来到布达佩斯一座教堂的广场，现场的信徒拍破欢迎，也烧钱要甲伊握手。教宗方济各访问匈牙利的行程第2天，特别到圣伊丽莎白教堂会见包括乌克兰难民、散车人、甲无家可归的人，听难民逃难的经历，也感谢当局接受这寡难民。E grazie per come avete accolto, non solo con generosità ma pure con entusiasmo, tanti profughi provenienti dalla Ucraina. Ho ascoltato con commozione la testimonianza di Oleg e della sua famiglia, il vostro viaggio verso il futuro. 自5月战争开始，就几落百万乌克兰难民走到其他国家，其中大约35000人伫匈牙利申请临时保护。方济各也甲难民讲，就要相信未来会有无同款的发展。另外，中国对5月战争的立场，敢若是伫咧改变。联合国第77届第69次全体会员会议时阵，针对加强联合国甲欧洲委员会合作案的专案表决的时阵，中国伫上尾啊投赞成票。伫咧会议第37分钟时阵，有一寡国家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事文提出异议，认为甲本文无关系。大会就进行表决，赞成有关系有81个国家，俄罗斯等10个国家反对。包括中国等48个国家弃权。不过，伫咧会议第39分钟要做专案表决的时阵，是有122国赞成，5国反对，18个国家弃权。也若中国这边是投赞成票，因为伫同一天，拄好是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1点钟的电话会谈，就和外界伫咧要中国伫咧5月战争的立场是毋是出现转变。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我还有啥物大代志？带各位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甲克里姆林宫关系真密切的佣兵组织瓦格纳集团，因带头的人伫32测，乌克兰会伫咧5月中展开攻击，并且批评罗西亚国防部自头至尾拢伫咧权力斗争。地属瓦格纳集团，敢若摕到需要炮弹的10%至15%。已经过对罗西亚来讲，这场攻击可能会成做一场悲剧。咱来看苏丹政府军甲准军事团体快速支援部队，昨天宣布原本停火协议会延长72点钟。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政府军讲，就算希望全军会遵守协议，不过却认为对方想要继续攻击。双方经过美国在内调解人达成停火协议，不过要是继续战袂煞。咱来关心墨西哥西部当地时间4月29暗时啊，发生游览车变去的事故。目前知影至少造成18人死亡，33人受伤。根据外国媒体的报道，有一架载乘客游览车经过高速公路的时阵变去，这架车是步落15公尺深的排水沟。那事故的原因要爱当地调查。劳动节连假各地景点拢出现真侪人阵，伫合欢山的满山红最近火是当地大开，来收火的人是踢倒街，造成母领大塞车。即马中华花坛的好山岩的金针嘛，当地咧开花。另外去小琉球佚佗大棒的情形，会当讲是拢朝朝满景。有业者都预估，即届差不多有2万人去遐行踏。高山道观开甲真水，游客摕起相机，就想要翕到上好的画面。但年这个时阵，就是合欢山的道观开季，现在拄好佫是劳动节连假的期间，嘛有山顶的车流塞个满满。花季期间请用路人要避开像是石门山、松雪楼等等这些拥塞的路段。警方表示，连假山顶的车流涌现，加上未少的路段拢有车辆临停，阻碍着后壁行车造成塞车。以武岭停车场甲石门山路段较塞，并且环境加强机动管制，伊伫中华花坛好山岩，满满的金针花海，嘛吸引大批游客来看花。这边人还有这个雾，还有景。我们觉得都还蛮好的。以前早50几代前，就将近
将近就头5,000个啊。苗远表示，这会议比花东地区较早，嘛有游客使来分流，提早到中华就会使来看到金江花海。目前大约开了3成左右，预算5月中旬达到上高峰。不过这次连假，看花人潮就已经满满，这个离岛的小琉球，4个人潮拢是排甲满满。这是我们在台湾本岛比较吃不到的东西。那之前来了好几次都扑空，因为人龙太长。当地业者估计，连假期间天气真好，加上疫情解封的出游潮，小琉球大约2万人来登岛。那民宿带房率将近100%，租车嘛是一车难求。虽然为着当地带来商机，不过民众出游嘛是要加一寡耐心啊。记者南投中华屏东报道。人讲3月小妈祖。中华南庙宫妈祖为昨昏开始7天6暝本港进香的行程，来回要300公里远。今年是2马5，也就是2马甲5马做伙去进香。沿路有信众准备点心，甚至有出现台语的精神飘语，甲这香灯卡支持甲鼓励。来进香，你辛苦啦！中华南庙宫进香有一句俗谚，讲大马进香爱食鸡，2马进香爱玩鸡，3马进香爱撩溪。今年是2马5，2马甲5马是妈祖会员上济，进香人数也是上济上热烈。今年南庙宫往到本港进香早起起价，要行超过200年的古香路，沿路会经过中华云林家基，来回要300公里。历史正悠久的南庙宫进香，应该是全台湾上界大进香活动。这回2马5去进香，那随乡的信徒真多，沿路也有信徒提供点心，做回来参与进香活动。因为咱行过，所以知影伊欠啥，所以发起大家好朋友做回来做这个点心站。沿路提供予进香客物件好花10箱，唔若有食的啉的，甚至药膏顶头也有台语字，要甲信徒安慰鼓励。进香香客都真辛苦，暗时啦，行有梦电啊。有迄个就所以准备这药膏，用阮太子元帅咯，甲你敷敷咧。今年妈祖香期是疫情完全解封了后的头1年，无论大家妈祖进香，抑是南庙宫进香，拢出现济人阵，也展现台湾民间信仰的热情。记者郑家豪综合报道。南投六国农会逐年举办地艺奖证照的检定，这是咱台湾地艺师上界普罗的指标。今年有20个学员参加检定，经过3天的课程甲练习，落尾手敢若有10个通过，摕到证照，录取率是5成，会当讲是真无简单。所以因嘛真做到推广地艺的老师，咱做伙来看卖。学员用实物布景装塔岛顶，以地鼓、地杯展现个人特色。南投六高乡举办3天的地艺见识会，上尾1天会来验收学员的学习成果。无论是布地的美感、钻地技巧，也是红地时的礼效，都拢爱注意，才会当通过地艺检定。我小时候也是在鹿谷乡农会的生活茶会学习小小茶艺师，那很高兴今年的农会也举办了成人茶艺奖，让我在茶艺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加的精进。上一届没有表现得很优异，那这次重新调整步伐，然后在这次准备中感觉更充足。因为家里从事茶，我觉得。得到这一份检定，可以让自己更有自信。然后，其实我也是在期待评审会给我什么样的评语跟建议，然后就朝那个方向再修改自己。六国乡农会为着要把地艺传承落去，为1992年就开始办理儿童地师的培训，后来也办理成人地艺检定，是国内地艺师上悬的标准之一。在有限的时间内，就要完成冲地、用地鼓、分地汤、品地，安怎保持雅气，种出一杯甘甜的好地，步步都有真侪美感。20几位学员参加训练考试，经过3天密集的课程与练习在今天检定。鹿谷农会如果说有各项的茶艺活动，比如说茶叶博览会，或是各项茶席的活动，大型茶席活动，我们都会邀请考上的参与盛会。农会邀请专业的地艺师来评分，希望透过地艺课程，让大家了解泡茶是一种艺术。今年有20个学员参加检定，落尾只有10人过关，摕到证照，录取率敢若5成，就证明这个地艺检定有影是无简单。记者综合报道。咱同齐来看，伫屏东东港的海产，遐海产是真丰富。当地农会协会为着要照顾在地弱势族群，
甲农委会渔业署合作成立绿色照顾站，利用在地当钓时海产甲菜色做爱心便当，除了回馈社会，也推广食在地、用在地的观念。煮食的志工伫灶骹无用试试，看这的菜色有红的、黄的、青的，也有当钓时的鱼产，这是要送给东港社区的弱势族群的爱心便当。番茄啊，哈，还有现在盛产的高丽菜啊，我们就是以那个我们当地的食材，鱼、蔬菜、肉，那也是当地的食材，然后以最新鲜的食材提供给长者。所有食材拢是当地去掠去买的当青。东港渔会配合农委会渔业署推动食鱼的教育，投入爱心供餐的计划，将在地食材变做一份一份的便当。逐礼拜一请志工来煮予人食。针对一寡无方便出门的人，应该会将便当送到位。除了推广食在地、用在地的观念，也回馈社会。每个礼拜一，我们这边有一个食鱼爱心便当的制作，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结合我们的绿色照顾站，还不错，很好，也很方便，然后菜也蛮丰富的。那菜色怎么样？都很好，色香味都很好。来领便当的民众感谢渔会，和需要帮助的人会当食一顿青草。渔会也表示会尽力，让这个计划一直延续落去。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南关社区大学推出真侪真趣味的课程，包括文史、甲生态等等拢有，希望和民众会当了解家己生活土地。伊嘛找荒野保护协会会长来做讲师，要带领学员去龙家公园来观察鸟仔，也佮有生态。讲到台南龙家的好行山公园，这几年上穿的就是空山节，和这个台南人口上少、老化上严重的所在，佮活泼起来。也毋过，龙家阁有一项真出名的，就是月世界这种特殊地形，因为是散地，才会开发少，自然生态较无受影响，真侪鸟仔拢会来找食的。虎形山这边的话，它的整个植物比较多哦，那也比较多样一点，跟周边隆起很多二地形相对比较起来哦，那所以当鸟类的话，它不管是留鸟还是说过境的候鸟。哦，那它就会下降到平地，因为平地的话食物比较多，那从山上会顺着林线一路迁徙过来，那很自然而然就会到这个植物比较多的地方，像这个虎形山这边来觅食。南关社区大学为着要让学员了解家己的故乡，有开生态的相关课程，找荒野保护协会的台南分会长来做讲师，带学员来好行山公园行踏人捌鸟仔，观察这的生态。我是住在仁德，那因为觉得这个区域是我们经常有时候就会过来走动，然后散步。可是因为对于我们居住的环境，我们并不是很熟悉，那刚好有这样的课程可以来了解。我们在我们很平常的环境里头，有什么样的动植物在我们身边？除了带学员来观察生态，南关社区大学也继续推动田野调查和地方文史等等的课程，深化学员对地方的认识。记者综合报道。由台南洋基金会主办的全国巡回展览，日到下晡去家己独立册店举办，现场除了有真侪迄当阵的历史资料以外，也佮有伊的日记、甲伊写的批。主办单位讲，希望会当用艺术的角度，让大家更加完整来了解地南洋。讲故事的老师透过绘本的故事，向大人甲囡仔来讲自由的重要，并且佮有互民众体验大型的活动，自由文理探索在地南洋脚车的展览。29下晡伫家己市的台湾图书室来开幕。就我觉得在他们这个时代，认识权威跟自由，这件事情很重要。这样子，就是借由了解过去对于争取言论自由的历史，来了解说现在的自由跟民主是得来不易，然后是非常珍贵的。台南洋基金会表示，这届展览当中有台南洋无共时期的生命故事，透过遗留落来日志甲批，希望伫争取自由的背后，让人知影伊伫无共身份之下有啥物款的心情。前辈有一句话叫做“剩下就是你们的事了”。其实张宏荣医师也说过类似的话，就是“少年人一起代告啊”。我觉得这两句话其实都在提醒着我们，作为现代年轻一辈，我们需要把这些民主跟自由的思想传达给我们的下一代。对历史传闻
了解，才有法度决定你未来要安怎行的国家的方向。在那些主张之前，他也是一般人，他也是某个人的丈夫、某个人的父亲，或是某些人的兄弟。那他是如何变成他后来那样子的？我们是很希望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让更多人来了解这个过程。即摆展览为4月29，展览到5月28。地南洋基金会希望当用艺术甲展览的方式，互来看的人会当了解先辈争取言论自由的过程，嘛，互当代对民主有深刻的认识。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咱做伙来看，有一个法国巴黎街头艺术家乔丹萨吉特，伊独行的创作是真出名。伫亚洲头一站的创作，伊就建伫咧台北的中正纪念堂。伊讲伊真介意台湾，也希望后摆有机会会当过来台湾。提督真溜亮伫涂骹画一道一道的线条，风花图也马上出现伫涂骹，视觉风格简单却真强烈。法国巴黎街头艺术家乔丹萨吉特礼拜日伫中正纪念堂创作，吸引不少人来看。今天有快闪5个小时，所以我早上就赶过来看他的表演。他很厉害，他其实他应该是心里有一些草图的啦，只是说他到现场，他刚刚看他那个线条都画得很准。所有创作用3条线做基础来发展。乔丹萨吉特用碳酸钙的水色料，伫中正纪念堂的涂骹，留限定1天的都市创作。踮伫台湾这段时间，伊对台湾人的热情印象真深，讲伊真介意台湾。Pour moi qui suis un artiste de rue,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justement de voir les différences, comment les gens interagissent avec les lignes, ou comment est-ce qu'ils voient mes lignes, etc. C'est en tant qu'artiste, comme c'est super échanges, mais en tant qu'artiste, c'est comme si c'était un nouvel espace. Et j'avoue que c'est possible que je revienne. 伫法国巴黎真济公共场所，让人看到伊的创作，已经为艺术是都市的灵魂，用串联人心甲社区。这摆创作是送予台北一份礼物。记者综合报道。昨天是国际婚姻年地日，若讲到婚姻年地，就一定会想到咱台湾。这嘛叫做台湾拍开国际知名度的实力之一。这个饮料，若伫咧外国是真受欢迎。高雄市盐埕区的新乐街，无到600公尺，就有10间婚姻年地的店头，带大家做伙来看卖。天气热，真侪人会啉珍珠年茶或者是破巴年茶。美国民间业者将4月30定做是国际珍珠年茶日。珍珠年茶毋但是伫美国正流行，这么伫欧洲、亚洲、中东、北美洲、澳洲拢啉会到。并且台湾职工，这么伫高雄的盐田区新乐街，互人叫做年茶街，无到600公尺就开10间，真侪业者伫即间拢设优惠。And I don't know, I like it. I like it very much. 那现在蛮多人喜欢喝那个 bubble tea， 我觉得在世界各地也有，是对，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讲，若讲到珍珠年茶就想到台湾，比国外的台湾人也定提来跟外国人交流。可能对台湾这个国家不是很认识的这些小朋友或者家长，他们只要看到这个 bubble tea 或者这个叫做 boba tea， 他就会知道哦 ，Let's come from 台湾，享受真正的台湾美食，以及了解一下台湾真正的文化。副总统赖清德也得到国际珍珠年茶日啉全糖的珍珠年茶来行销台湾，以历练煲起来999的珍珠，征服外国人的嘴，也替咱台湾拍知名度。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来关心2022年是全球历史上第5热的一年，欧洲嘛经过有史以来上热的热天。西班牙的科学家就警告，全欧洲上界南边的冰河会伫咧10年内全部拢扬起。那美国亚利桑那州的红红城，就日是出现摄氏37度的高温，打破因34年来的纪录。日头赤炎炎，天气正热，爬山人经美丽的亮灯啊淋水。美国亚利桑那州沙漠地区的红红城，最近受到高压带影响，天气一直拢正烧热。4月11日到4点，温度升到华氏99度，也就是摄氏37度2，打破伫1989年同一天所创的华氏98度高温的纪录。It's hot today. It really is.
It is hot. It got hot like in the past 4 days like that. 根据过去的记录，凤凰城平均每年5月初2左右，温度才会升到华氏100度，也就是摄氏37度7。受到气候暖化影响，当地长期酷化。最近几个月几落波大气河流连续造成大雪、寒流、大水，天气一时寒一时冷，造成更较侪适应性甲疾病的挑战。另外来看欧洲，西班牙甲法国之间的天然国界比利牛斯山有全欧洲上南平，也是唯一的地中海冰河景观。不过气候暖化严重，19世纪到即马，山区的温度已经增加摄氏1.5度，常常有极端的热天气，和冰河扬搁较紧。科学家警告讲，这款冰河会伫10年内消失。Pero desde luego para los glaciares del Pirineo hemos llegado muy tarde. Siempre que nos hacían dar fechas, estábamos hablando de entre 30 y 50 años la desaparición de los glaciares pireneicos. Ahora mismo creemos que en 10 años no vamos a tener más glaciares en el Pirineo. 一般冰河就要有1/4的表面伫咧年平均温度摄氏0度的顶温线以内，才有法度一直维持。比利牛斯山的0度顶温线，即马已经超过海拔3000公尺，抑阁伫咧继续向山顶退缩。0度顶温线以外的冰河，得到地球的暖化会快速消失，对于景观维产抑个传统生活方式，拢是正大的损失。公司新闻施会中编译。联合国永续发展的目标第14项，要保育、永续利用海洋生态系。海豹这种动物算是伫海边啊较接看到的食灵动物，不过伫英国苏格兰上界北边的群岛。却因为环境污染、塑胶陷阱，也有受到有毒物质的侵害，不时就传出有海豹受伤，甚至是有性命的危险。伫甲湾的石头旁，常常看到海豹规定伫遮，这是英国苏格兰上北边的斯特兰群岛，纬度超过北纬60度，4月进前的平均温度拢伫个位数，也是海豹上爱来海域。贝文顿阿姆2人伫遮做动物保育，负责管理当地希尔斯威克野生动物保护区。当然，不只是只有这对阿姆，若无这么看快斯特兰群岛，因根本无法度来管理。We get reports in of any seals or otters that are in trouble out in the wild. We go out and rescue them, or we have a network of people that can help us with the rescues because Shetland's got like a 1,500-mile coastline. 当然啦，卡手无够就准拄好，啊，不过这几年来保育团体发现更较侪问题，而且愈来愈严重。They came in bigger, they came in stronger, they came in more resilient. Now it's much harder work to keep them alive, and we're losing more than we used to. Food shortages, pollution, pressure on their habitat from humans and from wildlife as well. You know, we're getting killer whales coming here every year. 莫讲叫做杀人性的海翁会食海豹，这个面临生存压力的海豹，首先要面对人类用塑胶陷阱填入地方，就算小海豹，互陷阱套掉的时袂受重伤，啊，不过身体愈来愈大，这个卡伫阿妈棍的陷阱就会成做生存威胁。另外是多氯联苯这个有毒的物质，虽然伫1980年代就被禁止使用，啊，不过含有多氯联苯的废弃物或者是老旧的建筑，被拆掉甲劈掉进入海洋的食物链，进入海豹体内，互海豹族群面临更加危险的处境。公司新闻时间人编译。咱做回来看体育的好消息，咱国羽球真出球的选手戴资颖，伫亚锦赛要拼冠军。这个是对战南韩21岁选手安世莹。这场比赛戴资颖会当讲是甲对手压力拍，3局赢2局，摕到女子单打的金牌。这个是参加亚锦赛摕到第3届冠军。咱做回来看这礼拜的体育周报。比赛一开始就一波8比1的攻势，台湾羽球一姐戴资颖攻这场亚锦赛女单冠军战，为摆脱过去甲南韩21岁选手安世莹对战的劣势，小弟无互对手伤侪机会，靠梦前正好的手感，摕到局8点，21比10抢到第一局。第二局一开始，戴资颖如果是一波8比0的攻势，后半段也一直拢保持4分以上的领先，上尾也就21比13摕到胜利。这是小戴个人第3遍伫亚锦赛摕冠军，是史上第4人，也是今年赛季第1座冠军。这礼拜上新的世界排名将会超过中国的选手邓武辉，重新排到世界第3。因为男子双打李阳王泽林伫4强赛对印度第2局10比13领先时阵，
王泽林所无顺利大腿扭到伤，只好退赛。赛后伫 FB 发文讲真唔甘，也感谢李勇的包容加体谅，希望保持健康，莫阁受伤。动作正顺，落来涂骹也徛正在。咱国鞍马王子李志凯以难度6.500分，积平8.533分，总分15.033分。伫咧决赛8位选手排第一，摕到世界杯系列赛第4站开罗站的金牌，也是伊伫咧2021年东京奥运摕到台湾第一块体操银牌了，搁再摕到国际赛奖牌，将来会继续准备亚锦赛、成都世大运加杭州亚运。另外，中华职棒统一赛礼拜伫咧新庄球场7-0元丰富邦悍将。将做中职34年来第一支完成1800胜的球队，胜利投手圣骑士，先发7局被降准2支安打，摕到来台湾第1胜，也帮助球队创造里程碑，领先兄弟的1737胜。这球降到正边外野的红浪墙外口，中信兄弟周思哲以41岁跟185天的年纪，创新队史年纪上大的红浪纪录。第6局下半局，魏全龙的林志胜也红浪以41岁跟118天，共款创新两队的纪录。两个老选手共一场比赛红浪，也是中华职棒史上第一遍。美国职棒大联盟是由老菜鸟初登场，海贼队33岁马吉27伫咧第8局下半局上场来打，虽然上尾也被三振，不过球迷依然对伊无放弃的精神，给拍波鼓励。伫小联盟13年，马吉伫大联盟的第一支安打29总算出现，这是上甜蜜的时刻。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做伙来看今仔日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上低18度，上悬26度；中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1度，上悬31度；东部地区上低19度，上悬27度。咱来看外岛地区。16度至26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丹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